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探索一個有趣嘅物理現象——寧次定律。寧次定律同電磁感應有關，但係呢個之前，等我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實驗先。大家睇下呢個係個銅管，我要將呢個小球從上方放落去，觀察下佢哋射落去嘅速度。睇下呢個非磁性物體好快咁樣射到落去銅管。呢次我要用一個鐵球，大家估下鐵球下落嘅速度係咪同非磁性物體一樣呢？有冇發現鐵球下落嘅速度更加慢，甚至好似俾一啲嘢牽引住？咁係點解呢？今日我哋就嚟了解下背後嘅科學原理。今日要介紹嘅寧次定律係由物理學家亨利寧次提出嘅。佢發現咗電磁感應嘅方向，當磁場變化嘅時候，會同周圍嘅閉合電路產生電流，呢個就係渦電流。根據寧次定律，金屬喺磁場入邊移動或者係放喺變化嘅磁場嘅時候，就會產生渦電流。喺我哋嘅實驗入邊，當鐵球下落嘅時候，佢切割咗磁鐵嘅磁感線，產生磁場變化。根據寧次定律，喺銅管創造嘅磁鐵相反方向嘅磁場，因此減慢咗鐵球嘅下落速度。等我哋再次觀察下呢次嘅實驗，比較下鐵球同非磁性物體嘅下落速度。非磁性物體唔受到磁場影響，好快咁樣射到落去銅管。而鐵球則會因為切割磁感線產生渦電流，渦電流創造嘅小磁鐵相反方向嘅磁場，令到鐵球被拉慢。呢個就係寧次定律嘅魔力。佢唔單止說明咗鐵球點解會放慢，亦都展示咗點解非磁性物體唔受到影響。呢個實驗幫助到我哋理解到電磁學嘅基本原理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對寧次定律同渦電流有更多嘅理解。多謝大家。